给你最后问一个问题，该下去買摸糖頭誒。你講問題啊？芋頭不用你摸。係芋頭不用嗎？你不給點頭咧？泰式涼拌雞絲，太最好海鮮嘞！萬歲！可是我們先跟姐姐講一下，你係做仔菜嘅，故說沒有雞絲。哦，那我的萬歲先收回來。你好呢？南疆分給切一下哈。有北疆、西疆、東疆嗎？沒有，只有南風、東風、南風。老闆打麻將啊，打到安永面。你有看過很大很大的魚子醬嗎？有呢，很大很大的魚子醬哦。這個有照放大燈的。有哦，這個是調戲的。那個我們今天這一道菜最厲害是有帶鉛筆，人家鉛筆哈，好漂亮哦。這個是2B 還是 HB？那個弄卡長條，我可以拿來做圍巾呢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信奉手就嘅現場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係蘇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民主。今日呢，你嚟到新竹嘅富橋鳳凰沙溪啊！我講一件事，其實呢，你一家之主應該係講啊，客家人真係厲害。哎呦，你慢講。我們真嘅公司有重複的菜色呢。哎，因為你下度350人食的哦。350多集哦。沒有重複，哎，師傅沒動強動厲害哦。不應該是落地哦，這個3公斤都算少的。所以我跟你說，你不用減肥了，你這些都是福氣。3個字，職業病。那種幸福肥。哦，沒動很豐啦。哦，好啦，故說呢，你看一家之主嘅太極家沒有空下來練人嘅廚藝咯。馬上先來分享到你嘅評審先生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阿牛房師傅。大家好，阿峰哥好，大家嚟分享到係林ရှင်志林師傅。觀眾朋友大家好。好，馬上嚟來分享到鳳區嘅沉水炸雞係兩隻鼓手哦。分享到嘅係來自新豐嘅小米雞、老水蓮雞。歡迎。哇，終於轉線。我諗住根本以後強壯係來自新豐，呢度係姊妹檔黐薯黑撈黐薯春。大家好。歡迎。哇，同性哦，有可能係有染粉的哦。你有發現一件事嗎？你大白來到電視，我們的觀眾都好多。前面有沒有是誰的親友加油團啦啦隊？聲音出來一下好不好？哎，那個是我們紅隊的，你們藍隊有嗎？哎，藍隊的，我們藍隊的加油團就會來。好啦，哎，我把體力用完。哎，這樣就會形成人嘅熱情了。哎，冇錯。也有入到來賓到現場嘅話，我們比賽就越來越起勁嘅呢。係啦，因為你係來自新豐嘛。對。新豐嘅朋友吼，推薦一下有哪一家經典好糕？對，鳳吹有推薦嘛嘅好糕好食好料。的新豐就該鴨肉麵啊。哦。係嘅麵的醬汁啊，挑到當好，那個嘅鴨血咪炒到當好。哦。血嘿，用買意思買睇咯。真嘅哦，剛剛大拜咧會排隊啊你。哎，有排隊人買到。哦，我到新豐仲有嚟食下嘅鴨肉麵。嘿，我處理我介下係好食嘅蔬菜，還有一個蔬菜我本大家啲，咪係強龍來自新豐。就是大家闽信台吼，闽信台吼碰順嘅康樂路落去，呢條做嘅個 NG 泡芙當有名。NG 泡芙，嘿，一則暫時便宜。啊，便宜哦。我怎麼個我很叫 NG 啊？就是剛開始做的時候比較賣相不好的就賣，然後可是現在已經沒有 NG 了啦，現在就是都是供應。哎，就係因為 NG 賣下好，所以後來改做全部買 NG 嘅，故意把它弄壞。冇啦，就係而家概念啦，就本大家覺得哈便宜啊 ，CP 值哈夠啦。聽說一個10塊錢，對，銅板價。哇！它那前面都10萬元的泡芙，而且你會發現到新豐大家推薦都會食咧，不少都新豐一道畢業，一天一個米色嘅甜筒，可見哦，蔡天你一天沒冇去懂，不會做料理，冇想過馬上來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做下丟起來，兩嘴會用粗排嘅方式，熱天菜式嘅調味老食材。沙定我哋寒天嘅時間地度完成自天嘅料理，真來兩嘴會丟出乜嘅想唔到嘅好明星呢？最精彩、最神奇嘅比賽，啱時就開始咧！好，又到你要來顯牌嘅時間啦！你到底有機會出現乜嘅大菜冇？
我非常期待有挑战性的。因为千脚薄嘅吼都係家常菜下豆的。对。等一下透過甜豆沙頭部來結甜，馬沙先來先煮食菜配菜，那個鳳梅。好，你馬上來猜拳。我們派出大姐，數下阿姐，來，甜豆沙頭部。來，沒關係，來最先選好。哦，民主阿姐想要看到台菜，那你就本地台菜。來，這樣給我自己壓力好大。對啊。好，我選兩隻，4選1，我選好嘞。这个好，它又有鳳梅的部分。莫先開來。好，我選咯，大家講什麼？小菜。小菜。小菜。啊，那我想先看味道，好不好？好，風色嘅口味係乜嘅？呢套咧，3杯有乜嘅皮菜？就真哦，嚟煮菜，食菜係乜嘅咧？好嘞，懂的啦。咩台菜啦？我覺得很棒。大菜就交給你了。交給我們，來，選好來幫我們這一組豆奶有乜嘅好食大朋友奶渣哈，就交給老天爺咯。好，今日風吹又做嘅菜係乜嘅？煮食菜。哦，煸雪、煮湯或煮乾的都可以。哦，這個是用瓜。處理。佛手瓜，我剛剛有聽到尖叫聲。哦，到底做乜嘅口味呢？鳳燒餛飩。可以先炸過啊。來，這一關好看了。風吹阿姐50講，你為了關就初次培訓60秒走得用。哎，藍吹他們是講吧？我們沒有在怕的。確定。我們有加油隊。他們沒有上場哦。有沒有加油隊？耶！好，馬上來進行踢館嘅挑戰。兩嘴呢，先學七家嘅食材，冇問題嘅啦吼。看起來呢，大家都有信心。先來問看下風吹，準備好勢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看一下藍嘴的一片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兩嘴都已經準備好勢，現場馬上來倒算3、2、1，場開始！大開始！哇，我覺得啊，佛手瓜我有點害怕。應該先問一下，佛手瓜下邊係咪香煙瓜？香煙瓜，對嘛？香煙瓜嘅處理風雪的應用版，泡皮啊，下厝嘅時候泡皮較多啊。相比較粗暗的哦。哇，他們有聽到你們的技巧，你看兩下手機嘞，我剛剛看好了，怎麼那麼會處理？姐姐，有溫還沒有到，不能夠炸。一下子落地的呀！等一下，那先是有溫。冇啊，我就這樣都行啊。煮佛上。姐姐，你的圍巾好漂亮哦！不要給我扯開話題，故意的。啊，不是我們萬代給我用廚師天數啊。現在就要。現在好。叫本怪怪哈，你看到有怪怪嗎？因為了解兩灶嘅溫度哦，紅豆渣海。還是你先切一下備料。好。或者是你的那個芭樂，直接現切的哈。好的嘛哈。芭樂，你怎切的？芭樂。兩把都安太髒嘅哦。不是芭樂，當難切了。當然切，哎，我當甜切咪做得啦。好啊，來啊。這個有牙用嗎？等。阿姐。好。真的嗎？你有種嗎？讓它切。因為這個切的方式沒動腳筋。煮熟天數啊。來，我搶馬莎。林師傅，你不要躲我那麼遠。我林師傅，你講。好，林師傅。好了，想不到吧？等一下，反應半天哎。師傅真的好為難，60秒做完一道料理。換好了喲。我先幫你加熱鍋子。好，開始。然後大概甚至是要放你的切你哈，好，你啊底度呢不會有一絲的腐，好，你啊底度你啊就該新梅稍微有點腐啦，好，腐啊，腐啦，哦，好，你啊哈，它就好了，等下幫佢煎一下，好，了會煎哈，好，兩位不用忙，好，等下了解酸條哦，幫佢切碎，好，然後了解偏濕幫佢炸鍋。好，幫佢炸鍋，等下了解酸條，好，幫佢炒，姜麻幫佢炒。醃起來咧，哎呦，使唔使做得？他們都有造魂。做得。不敢相信。怕老雞動走7把，溫柔一點。油溫會太高嗎？一定要一顆一顆嘛，魔法都要用跪地落去。那就會跪地上來。你還沒凍夾啊？
动脚哦，嘿，手水，水，水安用音，水。 3、2、1，好，不给，四个芒就好了，四个芒豆嘛哈。等一下，我刚刚算的呢，又算呢，四个芒豆。时间真的到了。你还准备讲不出佛了？我们已经到2025年了，是的吧？不会变啊。这个要关掉吗？偷豆冻酱啊，有，三公啊，两面没有上色的，都能够剪哈。好，阿姐，因为你会过去了，给你最后问一个问题，刚才去买摸糖头诶，你讲问题啊？芋头不用的吗？哎，叫芋头不用吗？你不给骗头嘞？阿头上，可能阿头上啊。有没有要问啊？做菜的问题，一个问题而已，一个问题。做菜的问题啊，这个走在那让路吗？不是，你会拿奖，我路，抓射過，我射過，係啊，我射過，可以啊，用草嘅嘛都得，這隻炒最好。讓用乳膏嘅會坑樣咯，會坑樣啊，頭不易出水啊，冇人食，冇人口感啊，好，開始隻炒好啦。哦，好嘞嘛哦，好，改片啦哈，殺落去。先處理鵝卵哈，哦，等一下，有啲會做嘅蕎麥係3杯，對，那是你們抽到的。對客家阿妹來講吼，一片蛋糕，有冇凍鹹蛋嘛吼？鵝卵剩半，會鋪嗎？稍微剖一下，稍微半煎。半煎係啊。對。你有想過哪家需要會用初始甜燒奶嗎？就它試口感的時間，調試口感跟味道嘛吼。調。最重要的。我家是要兩解姊妹係冇？五解煎解。全部係姊妹。該做披薩的，薄面還是該做？哪一隻係薄面？風扇的，哦，風扇的姐姐。你兩個掉薄面的。我切間冇落嚟安尼。你要來煎的哈。做得。你要不沒做得煎，鋪蓋筍嘛改東西哈，你要沒做得燒，兩個同個空後炒拍。好，有。朋友身邊嘛改。要不怕做個散步料理哪一種好多啊？我會做杏鮑菇。哦，差不多啦。素的嘛。杏鮑菇對。哦。啊，做嘛個加兩種油嘞？加兩種誒哈，它味道我覺得它的味道好像會按嗆、按衝。你身邊用嗎？還是蒜頭？用嗎？哦。我們先過去，等下鍋都做好，好不好？好。店鋪面壁吼。好。係咪啊？用煙？係安住啊。紅燒哦，紅燒呢？紅燒哦。紅燒。那係調料啊。醬料要炒過才能。哦，不給。要沒有，繼續加加繼續加油。對，但是你要炒了嗎？要炒我們就倒了。要到。甜炒鍋。姐姐很棒哦，還要給她摩西分海哦。先讓它炒一下，要加糖吧？要加一點。要調油夠係嗎？對，醬油膏。生意哦，吼，我求不啦咯。這個是不是蒜頭皮啊？是啊，哦。紅燒要加水嗎？水。我有調油嘅香，還有甜。調油膏啦，調油冇可能，醬油膏記下有甜味。對。可是等一下我加調油啦，哈。都做得。會撈做得啦，嗬。咁咪改味嘛，改味醂。味醂，哦，撈落去。泰式涼拌雞絲，太最好海鮮嘞！萬歲！可是我們先跟姐姐講一下，你係做仔菜嘅，故手沒有雞絲。哦，那我的萬歲先收回來。你看呢？南薑分給切一下哈。有北薑、西薑、東薑嗎？沒有，只有南風、東風、南風。快打麻雀啊，打到安用。泰國嘅檸檬咧，佢上到較濟啦，群眾它有這樣台灣嘅火燒乾那樣，火燒乾媽唔會凍濟啦，你叫唔準嘞。味醂，哦，撈落去。你自己加。哦，我應該就加通嘞哦。要，啲味醂嘅唔是做，你冇人多啊，做得齊先啦。做得切咯，來，快快啊！對，有冇脫下來？齊先群羊班群好羨慕啊！好啦，好羨慕。要送。我攞同樣嘛，雞毛。要不要等下我多加一些調料？我加啲調料落去好嘅。紅燒北薑胡椒粉嗎？對。不過胡椒粉係啲啦。胡先生啊。胡先生係啲啦。哦。
哦，来开盖开盖，掌我就痛。哦，真的出大事了。怎么了？我帮你，我帮你。唔係啊，冇啊你，行停哦。冇啊，踢館咯。呢啲咪硬氣啦。太冷了嘛？哎，打嗎？唔難唔難，唔難，加啲，做咩？加啲，加啲啦。係，好咧，掉咗加啲嚟啊，要行嘅，要喊狂要加麼？多得咯。啲咯就好。其實我去到比較啊，用個濕度係差唔多唔好嘅。咪做咩炒長球哦？好咧，好咧哦。好咧，哎，就這樣一好擺盤咯，擺盤咧哦。好，我呢個夠很難處理哦。擺盤。哎呦，拍個卡起來咧。哇，這個有一點像 Rose 的。Happy，好，來，通關密語，初試提上岸，預備備起。不是田秀愛，哦，我講馬莎。都可以嘞。冇嗌掉兩套剪刀手過嗎？剪刀，你們兩個沒有贏的贏過，要贏的還是輸的？要贏的輸的。要贏的。好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。哇，啊，我贏了，贏了，你不會玩這個？我有加醬油了，然後有加一點點糖，然後這可以下去了。等下哦。現款哦，現款哦。他那個 Olen Polo 走對嗎？我練做對啦。我們的3杯，所以等一下該是先插芒餅哈。啱嘛？哦，胡椒粉，椒粉，哦，我練，哎，葱段，哦，呀，幫佢冰下來，哦，幫佢炒一下。哦，呢條煮咩人個餅咧嗬？你啊有不用濕的嘞，等下，哦，差唔多嘞，吼，哦。會不會覺得大？用啲啊，含起用啲啊。九層茶。加後坤，加後坤。這是哦。哦，很棒，不是，多點，哦，多點。 5、4、3，你啊，冰下來，過嚟。耶，時間到。一時先參唔會長久哦，哈。好，阿條春的愛，到底給他提一點靈魂係嗎？我炒不你要麻油啊，香哦。魔術佢要補貼。再下去一滴滴嘅靈魂哦，滴一下就好。好，那我們繼續倒數哦。好，天場馬上開始倒算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會知識困難呀！踢館內部卡米西卡站掉咯。兩組呢，就七家主導的菜色變出的料理，睇起來先知識困難裡放出嘅偏西香鹽瓜，豐盛的口味。香鹽瓜很動這耶。重點是我覺得我們紅燒的味道呢，度好，不會太鹹。對，火鍋的偏西呢，因為有葡萄的關係，古時醬料較要高到蛋糕，古時米湯咪當沾的。當好食，都好啊。有好食哈，偏啲白煮啊。哦，真嘅哦，啲醬一定會先炒到，我有炒到當會香，中午的吃只標到也師傅的蛋糕啊。哦。變色的哈，火鍋以後將那類紅燒，個口感真緊。又從歐呢，好得又唐師傅係唔係？cái香然瓜冇先入個然，冇時吼最尾嘅紅燒嘅甜味就是出唔來咧。體日白是就該偏食的按用煮法。最近體日白全台灣有人用蚵仔來煮扇貝，就係南翠結果咧試看。哦，非常經典嘅扇貝味道，嘅鹹淡又足到符合之外，最後嘅切青炒到加上嘅香味。最重要係個基本的蚵仔又破鍋煎過，這個香味完全又帶出來。扇貝呢有一個靈魂，最尾米樓要跟鐵人差不多，佢嘅時機點很剛好，所以我超級動容。水蓮雞唔是講誒，你一聽知道好食哈，你已經是嗆嗆誒，很厲害，謝謝，有做到很經典的味道，好吃。請運動等一下，好，等下就要看一下師傅樣板評分咯。金鐘六都帶師傅知道兩組樣板呢，現在搶按牛房師傅搶不服輸。好，恭喜一棍，大家都看一下阿吉師傅全部付出。好，兩數。那先講兩片真緊做到凍河，一片呢紅燒，一片係扇貝，啊唔過食正菜嘅店吼，該藍對扇貝嘅東西吼燒嘅紅梅頭，佢係該順體冇逼出梅頭出來啦。將簡短嘅時間咯，你咪做咧切片，冇事不要緊冚一下，等佢下梅頭下出來。啱啱我本家紅對佢這個紅燒梅頭煮落又出來，還有點時間
先过来哦，该煮到油切切、煮好，掌握时间冻好。有车案呢。往阿居师傅的公平哦，这个东南品哦，量煮就非常嘅好食，就有冲两个纯汤煮嘅脆啦。哦，蓝腿两片呢哦，一个三杯嘅香味，整个有那个酱油嘅香味，还有个甜，还有鸡眼茶啊，后面那种炒熟的那个香气，我觉得很下饭，非常好吃。啊，两个凤腿两片呢，我提个使用过，真紧哦，过后掌握个冻好哦，就切个口感，冻葱应该那个切个小菜那种感觉，哦，冻好吃。都冇简单，做到体外地度呢，各个得到1分。不过三下来呢，休息下，欢迎下孙子师傅带来乜嘅好料理，我嚟老太姐嘅分享咧。師傅出題菜，呀，今日呢要輪到你孫子師傅嚟出題菜，今日嘅菜名係乜嘅咧？泰式凉拌鸡丝，哎，最好海鲜嘞，万岁！可是我们先跟姐姐讲一下，你是做仔菜的，故说没有鸡丝。哦，那我的万岁先收回来。两个鸡丝呢，还用两个杏鲍菇来做。哦，杏鲍菇来做，两个杏鲍菇呢，你做得滚两个滚水，好，帮你通一下，帮你烫到软就做得嘞。还有个泰式的元素呢，好，就辣就酸，还有个3个元素，哦，就是香茅、南姜，还有个柠檬叶，哦，帮你就个香气啦。那辣的部分呢，就老两个豆瓣酱，好，还有个苹果醋，还有个材料底度呢，就小番茄，还有地条。辣椒味、小黄瓜，还有个香菜，哦，两片呢就冇香中噶啦，柠檬，当然会留两个柠檬，啊，不过两个柠檬哦，较甜，较好吃，啊，俺就留一丝个糖啊，帮你腌制，然后就冲两个糖制柠檬，哦，首先呢，俺就留两个香茅，帮你切一下。其實家下師傅小嘅你3種吼泰式嘅蓮粉哦，都難買呢。香茅很難買耶，去哪買啊？市場或者是有兩個東南亞較多一個地方就會。火叉頭嘅酸紅啊，很多那種店。嘿，然後呢，南姜幫佢切一下，吼，幫佢香味出來。你唔係一般嘅薑嘛哦。假是真正冇南薑，就得換薑嘛嘛，薑一般的老薑。對，味道不一樣。薑味沒有空中，哦，做點皮口那裡有那個南姜巴類跟梅頭。真的就是泰式的這個味道。那這個世界上有北疆、西疆、東疆嗎？沒有，只有南風、東風、南風。太他們打麻雀個打到安用邊啊！打開哦。好，兩個檸檬葉，好，幫你切一下咧。好，兩個檸檬葉唔係台灣嘅檸檬葉哦。哦，兩個就正常。泰國嘅檸檬呢，佢生到較濟啦。哦，其中哦，它有這樣台灣嘅火燒乾那樣。火燒乾那樣。火燒乾媽唔會凍濟啦。哦，對。你點準啦？兩片呢就老酒，好，幫佢煸一下呢，然後那個豆瓣醬，還有個醋，哦，不用下嚟就做得嘞。師傅，你剛才講氣也香嘛，所以代表講它有乾燥的是嗎？凍凍嘅沒有，凍凍嘅該乾燥沒有。啊，香氣會就正常嘛？又正常。哦，兩片呢老兩個紫洋蔥，好，幫佢切絲。香哦。啊，做乜嘅有用調菜色啦？一般兩個洋蔥啦，哦，會用那個咖啡色嘅，而家香味冇咁辣，你佢也會較香，哦，較香。我突然想到，한주란問題。泰國人咪係用豆瓣醬哦。佢會留一絲那個泰國的辣醬。哦，泰國的辣。啊，不過就一絲咧冇好買啦，就用啲台灣嘅就做得。用英會煮泰式嗎？唔係，冇學到先。用英好食嗎？好食。我也好食。好，兩片呢，我就留兩個吼小黃瓜，幫你切絲。香茅會出來咧。有哈，有有。所以一開始是乾炒嗎？還是有加油？一滴的油田。好，兩片好，幫你切絲。大家第一個創頭做乜嘅？先整冰水嗎？比較不會辣。唔會辣。唔係，他怕熱。有什麼好嗎？好，兩個好tomato好，幫你對半切就好了。對半切，兩個係水果醋。哦。也不酸酸甜甜，好，煮滾就好了。一定要水果醋嗎？水果醋會較酸，會較好。你想放什麼？沒有，因為台家姐辦哦，口內就是家庭的那種，就是公鹽醋。不行啊，重點。太嗆了吧？哦。然後留兩個杏鮑菇，好，幫你煸魔術咯。來，來，見證奇蹟的時刻。一般你就會用水，
用剥一丝一丝，素不酸，哦不难洗，哦还有吃得到酱的东西，有一种料该叉子，哦，那个叉子就做的按用 Kim， 哦，按用 Kim， 哦，按用卡架，这边都冻久了呢，这跟我的猫在仿烧猫抓板是一样的道理耶。那个就鸡丝哎，哇！你有看过很大的鱼子酱吗？有呢，很大的鱼子酱哦。这个有照放大灯的，有哦，这个是头须小姐。那个我们今天这一道菜最厉害是有带铅笔，人家铅笔哦，好漂亮哦。这个是2B 还是 HB？ 这个弄卡宠的，我可以拿来做围巾呢。哦，还用 Kim， 哦，还用卡架，这边都冻久了呢。这跟我的猫在仿烧猫抓板是一样的道理耶。那个就鸡丝哎，哇！哎，马上想，嘿，有人教你呀，还你自己发现？有人做过啦，哎，好厉害哦！按用就不是用素，按用按甜的，哎，这个要学起来耶。葱丝没做得好对啦。好，你就做个摘出个鸡肉饭，哎，对，很赞呢。然后是那个香肉啦、跳肉啊、糖啦，就做嚟做鸡肉饭的。韩国吼，你也比较用下好，更严峻係講，因為雞絲一般都係用那個雞胸肉下刀，冇漢堡骨嘅 juicy 啊水分下刀，唔會落落啊。哦。兄弟是按时好嘞哈，按就好嘞，好嘞，煮滚就好嘞。好，容易擦一下，糟啊，热水分啊。水分。哦，弄糟落去係好下醬呢。哎，用到糟佢那个酱汁就會較多。哦，吸附力好強啦。哎，人看又強哈。好像。好，了解辣椒味，好，容易看一下哦。這個做冷盤懂針對，越甜越多哎，有冇？韓國你要整一摸腐蛋。對啊。了解薑。切个辣椒味，会酥会辣的，哦，有好几种方式啊。第一个就是你要戴手套啦，第二个就是叫你们老公切。OK， 那像我们这种单身的时候，没关系，就辣给他。你做得老了解哦，牙膏洗一洗就好了。真的哦。哎呀，不凉凉啊。哦，香菜。我超爱哦。泰式的香菜为什么都那么多啊？因为提那个味啊。两片呢，还有个剃头。哎，它不用打吗？美國冇相關，還有個檸檬。你種檸檬批做啲溜頂哦。做得，好，唔會腐哦。好，了解係那個洋蔥。哦，泡過冰水。比較好咧，比較重好咧。好，了解醬就不易，哦，不用下來。家下煮醬嘅時間要加湯嗎？冇，不是，而家醋就有桶嘞。哦，哇，那其實這道菜真的很健康呢。對啊。摸埋個油，摸埋個湯。還是減肥餐。減肥減脂餐啊。減脂。容易嚼嚼誒。每天的時間就。真嘅，如果是在某些個洋蔥就唔是不用就好嘞。哦，去摘已經種的。種的。兩個蔥條種的。那它可以用買東西來飯嗎？你做得撈較多個蔬菜啊，像兩個花椰菜啊，蠻做。菱角未做得啦。係菱角。菱角。鳳梨未做得啦。鳳梨也做得哈。水梨。哦，很好醬啊。好，然後呢就不用上來。哇！哎，抱歉，這個減肥。你睇做得，你睇食起來唔會配，唔會感到受苦啊、受苦啊、受苦啊，唔會。哇，好讚哦！好了，還有最後了，很讚。好，本菜要看一下哦。泰式涼拌雞絲。按鈕就好食咯。甚至是不做一個泰國式的冷盤夜市，睇起來試試看哦。哦，食嚟，味道超棒的。哦，我上次用泰國轉來，你係要到泰國咧。一個香味真嘅濃汁的，而且就輕鬆，杏鮑菇啊，食起來真嘅有嗰種鹹肉嘅口感。
佢最主要係前輩嗰種炒料有冇？來攞嚟一個令狗蒜吃到起底度，它整個那種酸酸辣辣的感覺，參照吃到好什麼？好吃，要是香香哦，就算恋愛的感覺。有哦，他有女朋友了，你來唔差咧。家下眼住專門講哦，做乜個位家係水果醋，係因為金蛋茶係酸甜甜，加係會帶一種果香的甜味。最冇人家他想講，家很包括他走在往其他買東西嗎？好像金針菇沒走的，嘛做的。它也是一絲一絲啊喲。主要就是老了該菇類，它的那個水汽把它壓乾啦，還有應該醬汁會較好有吸附嘅作用啊喲。係啊係啊，最主要係講哦，泰國菜嘅醬汁壽司煮得好，佢嘅菜式煮得好，跳到凍好凍我先。觀眾朋友，剛剛都調前嘅時間呢，做得個全部條來看啊，都等用嚟做。我剛剛師傅沒有講到哦，有一道食材呢冇按過買到。而呢度特別咧，有買啊嘅異國料理嘅店才買得到，因為咧嘅大紅米湯都當重要。嗰條前呢一畢業，馬上就會進行最杯米館嘅挑戰。料理大鬥士，大家顧客都要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跳下來大鬥士咯！最杯米館嘅鼓手各組呢，就要拿出自家嘅絕世武器咯。風吹涼係乜嘅？菜脯乾，慢年做嘅，婆婆做誒，乾用做嘅，鼓手今日用乾用嘅祝福。很香哦！阿婆做嘅啊，嗬，又一定係清傳統嘅味道嘅，安呢。我看起來你一菜脯哦，當後生哈。通常做一年最後生嘛，對不對？一年的最後生。請問一下，今日哪呀？菜脯乾，我哋做料理都嘛名？雞胸脯。雞胸脯，是要唱歌了嗎？感覺卡拉 OK 是的。這不是我的年代哦，現在5748。跳床哦。好好啊，這個雞胸脯啊，哎，不然我們等下再看好了。哦，呢個跟從看看底案呢。是吹動鳳牌。依然係最杯米館，老公在前面那一個，對不對？對。聽說這道菜老幾有關嘛，哈。有。等一下張來公寬的哦。最杯米館有信心嗎？有。哦，來感覺一下藍水的鴉片哦，厲害的氣勢。根本你帶了個秘密武器係乜嘅？酸白菜。哦，酸白菜，乜酸白菜可能煮湯下多，根本你愛帶來個料理菜名安度。酸白菜炒豬肉。哦，炒鹹豬肉啊！鹹豬肉。所以你拍菜係自家做嘅係嗎？係，2點3落去滷。水掃，會15日到2年。哇！你一半等係控制落哦，唔係半大家看得到。點樣樣咪拿出來咧？係為到獎金也係獎品？獎金。哦，獎金，你講嘅哦。好，所以你喺台上的哦，藍水有信心嗎？有。好，加油！兩組都已經準備好勢，現場馬上來倒算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大擺咧最滿意關頭，本大家最期待。而且我最歡喜嘅，第一關我還好。放心就嘛㗎。比比不成專呢，最杯米館就是要更有力道嘛，因為就要拼熟呀。尤其家下第一關係拼熟。第一關大家稍微保留一點實力，可以抄嘅。好，來看一下，呢個東方牌咯。哇，這是什麼？哦呦！天哪，有多冰！還有豬毛。哦，哎，那個跟你的腳毛一樣。也是沒有那麼誇張，好嗎？裡面人都喜相逢啦，大家出料理都帶喺度做嘛嘅咧，包到饅頭。哦，係，上身用係白白的，而且你豬油去夾邊哦。哦，用雞挑來煸豬油嘅啊！師傅，你看生意就都一樣，豬油你現場來煸。嘿，是厲害咯。對，是誰的老公很愛吃這個？我的老公都不漢哈，吃飽飯哈。回酒啊，好餐啊，好讚哦！他剛你係咩係客手選饅頭啊？他講你呢？不會啊，我幫我呀。而且你一定看唔出來，佢用啥都做阿婆誒。姐姐，我想佢是煸豬油，冇嗌啷開火嘅呢？好啊，佢都唔會煸，都唔會煸哦。所以先煸啊。拿先嚟先煸。
而且很快哦。利亚懂澎湃，你有看过很大的鱼子酱吗？有呢，很大的鱼子酱哦。这个有照放大灯的。有哦，这个是头饰，小姐。呢啲有頭飾，還是用呢個摸埋強壯？嘿，是不是該啊？這個是你們自己做的嗎？对啊，哦，這個不是啦。哦，我拍到這個做是厲害哦。梗係。要凍難的啊。蠻簡單。不要煮油嘛，個煮你嗎？不用油嗎？啲料要好，一啲哈。啲料以為好，隨時好好。哦，幫你甜的餅，我都辛苦放雞片好咧。哦，我都高興要餅。你特別都享受了狗你要主持嗎？要。拜拜。哎呦，这是什么副瓜？美啦，300。好漂亮哦！让你头贡献这碗东西啊！老天爷对你用它特别好呢，看其他集都没有这种苹果光。那个我们今天这一道菜最厉害是有带铅笔。No， 那个花，这个是削铅笔机削出来的。是。人家铅笔哦，好漂亮哦，要给你签名用的。对，这个是2B 还是 HB？ 当你要用什么的时候，它就是什么 B。什么 B 嘛？我想问一下，马上想到昨天想个削个铅笔强用啊？真给懂奖哎！不是看过呢。还有削铅笔机吗？削铅笔机还懂哪？这个削铅笔机啊，可以示范一个吗？我示范你家好吗？啊，用帮你削。那这个放到里面去压着。转哦，转哦，紧呢。这个弄它冲掉，我可以拿来做围巾呢。这个东西它一定要削成四方形，切成四方形以后，你转出来的时候，它才会有这种纹路。漂亮。它如果圆的话，弄出来就比较没有那么漂亮。哦。3點下來會做乜嘅？做啲一沙果攞炒啊，強下炒，來，一沙炒切，挨下加個吼。其實我跟他講吼，酸拍菜吼煮通下豆，我要改正一下。因為有啲你老去爆水餃呢，走的，超好吃。煮火鍋，火鍋都好鮮啊。對，所以我不看唔計姊妹都會做酸拍菜哦。會咱煮用咪自家滷的。啊，咱煮我自家滷的。咱自家滷哦，要滷嘛嘅？营養粉有啊，有哈。胡椒、五香粉、鹽巴，還一些那個肉桂粉。對，肉桂粉也要。酸條明天什麼表？他是不是有住你們家？跟牛尾一樣。我等下夾下啊。越南多呀。料是鼓手感情暗厚。没有。你有看过姑嫂一起喝酒了吗？灌来灌去。要有一些苦啊，只有对凤长地。谁说只有苦？它不是甜。你蹦酒两个呢？还蹦酒料理啦。想象自己有一杯麦酒，再蹦这两个 ，OK？ 好。基本嘅食材要哪一帶有嘅配料啊？讓大家了解一下。你哋發傳有冇人寫這個？要配合一朵一口。哦，你們家蠻省的呢。哇！好，你先過嚟，等下個都上來哦，哈，加油！哦，咁饅頭會鋪過啊？係啊，嗰個係香啊。那豬肉可以先來煸麼？先去炒麼？哦，來，好，好了。呢啲饅頭是狗卵哦。係啊，法式饅頭啦，哈。那好讚哦，是哈。我等一下是剛剛搶人老公窮下來食啊。哦，一定是姑嫂感情暗厚。沒有。你有看過姑嫂一起喝酒了嗎？很少吧？是不是窮下互相灌來灌去？要有一些苦啊，只有對鳳長地。誰說只有苦？他們都是甜。我有看到你嘅饅頭冇形容呢，你中間有按個擺豆呢，哈。一下就爆了呀。口袋餅係嗎？口袋餅。這個真的，我們會很飽哎。真的，所以我又把它切到最小，很幸福哎。我做得做西裝未做得啦，我按過。還做西裝呢？沒有哦。因為西裝，你上衣是說上兩張哦。你三張。這樣差不多會變到結構啊。不厲害，好啦，現在上個老配管這邊咯。係啊。總行。還沒，那再乾一點，再比較乾一點。哎。還要再乾哦，跟蘿蔔乾一樣乾哦。要。
比较香啊。香。可以，那个好吃，那个好吃啊，那个好吃。怎么上菜用呢？再安排过来，不费啦，好吃啊，好吃。啊，你个打枪是人冇打怂啊！你爱切头洗过掉。哦，人家手工切的师傅。阿姐，该看你的肉啊哈，那个好吃，就是要整贵得落去吼，莫切头。再来问。那你要走开卤肉饭没动我先洗澡很久哦。我顺带要穷那边。姐姐不用低桶哦，低桶哦，好，低桶哦。空间麻烦，不要粉在一起，让它这样一下。空间不够啊。空间不够哈，你们家几平？25平还是36？第一摆吼，你看主区外景哦，主区都哎，你有没有呀？既然有来宾，嫌我们场地太小了。又来啦，坦白形要不看昨天吗？昨天。那个东法，哎，你从客厅到房间是不是要骑欧多拜？太扯了吧！太扯了。对，我是开跑车。哦，还用听哦。那你那葱白怎么还没放？葱白要等下，你要最后才放。等一下，白要先放来。等一下，变一下我就上去。我跟你说啦，绕。我们这客家人都做下别的情形哦。就是这样，就跟放鞭炮一样。而且，你大家就知道，去两只手吼，你下抢下做出来就抢公烟了。对，又要公烟嘞。好嘞，公炮我在打气炮，乒乒乓乓。你准备风暴哦哈。哎呀，有班那狗哦，好，做钓狗营哦，拜拜。做钓狗营。哇，这个好赞哦！两位阿姐俩下嫁出戏剧后，迄么动小有机会做咧抢下做出来咧。哦嘞，大量咖啡。哎，不过怎么刚好？厉害呢，这样比较好跟建商杀价。Gabokas 的建设公司吧？哦，对啊。调味吗？调味了。那你挑嘛该么呀？我只有放一点点糖而已，我什么都没加，因为酸白菜的酸。哦。好，那我们去倒数喽。好，加油哦！烟草马上耳朵酸。4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困难。最外面一关，不卡嘅必备武器带出料理，来做客栈的。哇，两组呢，作为经营挺好吃嘞，唔需要多讲嘞。哎，你放最两个呢，系放酒料理啦。想象只有一杯麦酒，会放的两个 ，OK？ 好，来吃看啦。吃。等下透成有快乐吧，各位文明人。哇，这料哦，食到嫩出来了。我的那个萝卜干好好吃哦。猪肉哦，别个动香，菜脯啊。谁做你们的老公好幸福哦。好吃。真嘅当香。一般来讲呢，萝卜干哦，炒猪肉，大家懂将来放班，可是放那种巴士馒头会放水，忙吃哥。怎么样？前面的观众是不是都想吃啊？啊，看家就都看到是好难水啊！馒头要微炸，炒到要好食，係兩種就好食。萝卜干凍咖粉，有發揮它真的有成為它點亮那個秘密武器的作用啊！啊，不好意思，阿牛做的做廚師了。對啊。哇！好食到唔了講嘛嘅呢，因為阿牛完全顛覆了大家對菜脯嘅印象。不過他沒有把菜脯了再提升到看過去，他完全就展現出來。是都唔會講話，唔會講話，是都唔會講話，當好挺好食嘞。被講到係嘛？挺好食嘞。挺夾的。這個做法動有創意。蘿蔔不是只有煎蛋而已。錯，韓國吼，你可以是記得做時時候，還兼下食到嘅時節度為油啊，為凝蓋啊，結果唔會呢，非常好食。不過沙下來也厲害咧，有啲蝦鬆嘅感覺，你係改良式嘅客式料理，結果來吃看，哇，這個也是要用手吧，對不對？可以直接吃，也可以包着吃。哦，好。它的酸白菜味道。懂啦，好滿足哦！人家選拍出來真嘅之後，然後酸白菜給最夾嘅就是配那個帶皮的五花肉，然後用那個鹹豬肉來綁，真嘅當對面，因為沒做就保到人哋嘅小胖臉。啲好生啊，講嘢嘅最後嘴啊，都唔會講話。酸白菜就是要有夠酸這樣。我正經講，因為你一關鼻係乜嘅，就是鼻咩武器，呢度正經要嘅酸白菜哦。那種
特色完全展现出來。韓國唔單止係用片哦，也鹹煮麵沒動厲害，因為很厲害呢，下手有點重哦。你下看一下師傅有蠻平復咯。緊張的時間馬上就到了，而且基本上你現場是眾多觀眾哦，他們可能有壓住哦。有拿通人哈，齊師傅搶半盤輸。好，你下還有機會唔怕，齊師傅搶半盤輸。兩球。齊師傅這樣子會造成前面沒輸沒贏的狀態。有沒有人壓和？有嗎？沒有。其實有兩片正經講東南片，一對兩個正經東南片做到東河。啱啱本家藍隊，我係上班係講嘅鹹豬肉冇按個壁度下衝掉，係你係甜，還有個酸白菜按個攞去炒過，下冇下酸。紅隊其實嗬炒個菜脯嗬加個加埋個來調試。凍加粉，我本來上落按鋪嘅調油麼，唔會調油，表皮係酥嘅，當好食。好，我齊師傅嚟講評。哦，用做呢正經都當好食啦，就像齊師傅講嘅，正經係純糖嘅菜嚟。哦，另外一盤呢個南推呢片呢，而家香味還有酸度，而家上面有一個那個美生菜，按用食起來呢，正經就去油解膩嘅效果。一方面呢，係呢個酸白菜，而家酸味，還有脆度啊，還有這個豬肉就比較高，而家那個油脂，整個搭配起來呢，當好食。鳳推呢片呢，乜做到當好食。啊，唔過做啲老一輩嘅卡就醬汁嘅東西，哦，像你老一輩嘅可能有美乃滋啦，哈，本期就卡煮花那種效果會卡好。好，兩組今日真嘅係挺精彩嘅，都很好食。觀眾朋友，係講你們想要來吃看哪一班呢？都不卡沒做吃錯看哪咯，馬上去了頒獎嘞！好開心哦！場外也響起熱烈的掌聲哦，很刺激啊！因為兩組呢實力相當，最後一名呢，鳳吹得到2分，藍這邊得到2分，全部都係第1名。好，現在有請鳳吹得到1000元的假彩金。好，咱這兩片呢係大票名，2500塊嘅假彩金。恭喜！太厲害了！來，你要不要參加先對老太家分享一下好嗎？真歡喜哈，來參加了主持的節目哈，其實擺來，我會撈了好嘅消息咯，我對朋友講。沙琪嘅全部朋友全部都做對來哈。好，今日你雖然只要不要參加先對咩老太家講一下？我當歡喜，見朋友來了，當歡喜，當甜。姐姐今日做到真贏後，加油團很多，要不要再給我們紅隊一個歡呼聲啊？咱這兩片哦，2位阿姐，今日我們帶來凍河卷、凍澎湃嘅料理，今日參加就蠻感想。凍金種都要批準。唔係哦，你係因為今日天氣凍冷哦，重點係排咗緊過年個。你要排來凍飯喜、凍河糕。凍河糕吼，凍西蒙就你愛忌諱啊，吼真緊凍粉魚，愛高度咪凍粉魚，濕的咪凍粉魚。鹹白攞嚟試出嚟哪嘛嘅？嚇你那種金那種。哎呦，有，感覺燙得出來嗰種新鮮嘅哦。基本嘅真緊非常恭喜2位阿姐，鹹白還有機會看到幾兩招。我剛看到其他的我看有3姊妹嘛哈，大姐都還有個姐姐啊。對啊。這個是妹妹還是那個？這是3姐。媳婦。姓 Q。馬上來啊！他的兒子。哇。下一梯次換他那個婆媳。換你們偷偷幫他們報名。對。你要點冇報名？我們這邊還有200個社區的。哎呦！黎明朋友叫他來參加哦。那自主所在咯，真嘅錄到提10幾了。我覺得會不會我們一直錄到我們老？可以。好啦，總講一句呢，一家之主哦，我覺得真嘅就像料理重要，永久唔會改變呢，就係料理地度嘅精神，有愛嘅味道。歡迎大家叫我來到節目當中，唔是講排熱咩，唔是緊張，叫我來分享我睇好料理哦。哎呀，冇咁錯哦，一家之主哦，做到安好看，做得繼續落去哦，係因為所有來賓朋友捧場，還有嘅支持，再歡迎所有朋友，唔單純所有看聽到，日日打電話報名參加比賽。一家之主，等你叫我來到亞達 V 嘅分享我睇嘅好美食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